民之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之声节目。2018台南市长选举呢，目前确定的是，民进党呢将由着现任的立法委员黄伟哲代表来参选；在国民党方面呢，是由着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思博呢来出线。另外呢，也有无党籍参选的哦，包括着五彩集团的创办人林义峰、前台南市的警察局长陈子敬，也有前台联的立委呢柯中信教授哦，这三位是以着无党籍来参选。但是现主席呢，又搁出现一位呢，不管是学历、资历、经历、实力呢，拢非常强的强棒哦。那么呢，伊的参选吼，为咱这届2018的台南市长选举呢，投下了非常大的一颗震撼弹。那今日你特别邀请伊到咱节目当中来向咱的府城乡亲吼来说明讲，到底为什么伊要来参选？那么伊参选的理念是啥物吼？和咱今麦就来欢迎前台南县长苏焕智苏县长，欢迎现场。碧纯各位府城的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县长啦吼，县长，你今麦吼要来参选咱台南市长，真正大家吼其实都蛮震撼的，甲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要来参选？我想我这个转来故乡开始参选立法委员，是伫迄个1990年吼，对，1991开始选这个国代，了后伫1992选立法委员，对，担任过3届立委，2任的县长吼，对，坦白讲，迄阵咱的差不多台南过去的台南县吼，大多数拢国民党的，5席的立委加1席的当时魏耀前，所以大部分都是所谓蓝天哈，拢拿的吼，其实绿的很少。康基嘛无讲啊吼。我迄个时阵伫台北的时阵，就是边迄阵嘛讲范弟你都留到台北吼，选无论要选啥，以为到支持。但是我想讲，我伫台北做律师台北嘛真侪人咧参与，所以我迄个时阵特别去选一条比较寂寞的路。包括咱故乡真侪遐农民、遐老人吼，无人替伊发声，无人替伊服务，所以我迄个时阵选择转来故乡服务。所以结果呢，对我转来选的时阵，就发觉做者足趣味的，比如包括水族控教、老人年金，所以我这个1992年第一届选立委的时阵，我就推动这个水族控教。对。即马台南分家人吼，即个水族免缴，其实伫1992年我迄届。再来选立委，当时迄当呢，我提出一个叫做“你我拢会老，食老要安怎？”少年纳税金，食老领年金嘛。所以伫1992迄届立法委员的选举哦，那么创造一个奇迹的，大概就是讲我袂调嘛。迄个时阵高思博因爸爸叫做高玉仁。高玉仁，嘿。迄个时阵伫省议会议长等来选这个立法委员，是咱要拼。立法院议长，所以大家讲伊一定是高票当选。结果因为这追州控价老人年金了，所以变成我最高票，我是105000几，创下一个历史记录啦吼。但是嘛，因为安尼了后呢，哇，这个分家南过去在南部了，开始吼，蓝天慢慢变成绿地了。对。所以的因为这老人年金的关系，老农津贴、敬老津贴，包括追州控价，就足济咱这农村的问题，拢有得到解决。对。但是伫这个中间的时阵啊，咱嘛真注意讲，这个南北差距这个问题，要安怎去突破啦。所以包括迄个时阵去争取科学园区的问题，科学园区，因为迄个时阵，伫这个争取科学园区甲科技产业，因为我是台大物理系的背景，对，所以我就感觉讲，这个科技产业对整个未来真重要。所以迄个南科的争取以外，就是。要安怎互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来发展？所以当时伫立法院，阮有做过一件代，大家拢无了解，叫做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补助，叫 SBIR。全台湾即摆中小企业伊会当得到迄个所谓创新研发补助，是我迄阵咧做立委的时阵吼，大家想你是一个农业官的，为什么会去关心这个？对，因为我感觉无台湾的这中小企业没有研发，没有竞争力，所以迄个时阵。就是 SBI 中小企业创新研发啦吼，了后我做县长了，地方政府开始有编这个 SBI 嘛是我做县长的，当时台南县创第1啦吼。对。所以这个
了后，我担任这个馆长，啊，迄个时候我就有一个足大的意识到说，咱这个经济若无开啊，没有经济没有钱，你无法度互少年家留落来。年轻人怎么留在故乡？所以迄阵拄好有迄个科学园区，所以我们就大利用这个科学园区做一个规则啦。所以我们当时开发了3个工业区，包括树谷园区，科学园区边仔的树谷园区，还有科学对不对？永康的永康湖那的边仔，永康科工区。那么伫新营区迄阵柳营的柳园科工区，3个工业区啊。那么伫2届的馆长，咱开辟3个工业区，创造了非常多的投资哦。对。这其实应该是伫台湾的地方自治时，应该是有点空前绝后了。对。啊，我卸任了后呢，我有一个足大的感触。馆长卸任了，我有一个足大的感触，讲啊，咱倒来故乡才拼，可是这个南北差距愈远，就是讲这个台北。南北种对台北甲这个新竹这个科学园区这样的一个北台湾的科技廊带，这一直发展，咱这人口拢一直要吸收，少年家伫城大毕业，伫对啊毕业，拢走去北部工作。对。所以呢，就是讲，虽然阮真努力，但是这个差距越拉越大，所以我迄阵有一个感受，讲这不是你在地方努力就能够完全达到。一定有一个制度上爱去突破的。尤其迄阵，我甲田仔兄迄阵，许天才许市长讲，大家咧争取管区合并，变做直辖市，变做直辖市。迄个时阵就是讲，这个桃园也好啦，台北县也好啦，台中人讲，恁人口无200万啦，你的经济无够好啦，所以你袂当变做直辖市。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台南才有资格变做直辖市，但阮迄阵想咱要去拼做直辖市，即摆有人拢黑白误会讲，你甲添仔就是为着要加做一党，还是讲为着要加选？其实坦白讲，阮迄阵真正内心所思考的。你即摆台中变做直辖市，新北市变做直辖市，台北县变直辖市，桃园变做直辖市，咱台南拢变做二流的城市呢？会变做是变做2、3流的城市呢？都去台中超过，去桃园超过，去新北市超过，安尼的时阵，咱的囡仔愈留袂掉。对。咱的伫即个台湾的地位拢愈降低。即个而且经费佫会分愈少。所以阮感觉讲，阮迄个时阵若要徛喺争取，或纳入即个直辖市，安尼第一，咱可能将来分配的财政会变差。对。第二，咱的即个城市的知名度拢无采咱这是台湾历史的古都，所以阮迄个时阵。努力去争取，就是用你袂使干那有经济的，你还有历史文化首都这个做主题，所以阮去争取讲，台湾的历史文化首都就是台南，所以凭这个条件，咱变做直辖市。对。我这个卸任了，我感觉讲，这个南北差距爱解决，所以我想那无留来选立委。对啊，迄阵大家拢讲你应该去继续选立委，绝对调的嘛。对，讲迄阵添知影有咧选立委，我无。其实我主要的原因就是咧思考讲，台湾拄啊碰到一个大的变迁啦。迄阵中国崛起啊，中国经济开始发展啦，这对台湾的影响，台商拢走去大陆。所以对咱规个台湾要来因应这个变局，包括中国崛起、亚洲崛起，咱都有一个新的思维。第二就是讲，我就想讲，迄阵。手机啊，古早无手机啊，即摆哇，大家手机啊，所以行动通信、智慧手机出来了后，规个对咱的经济产业变化真大，所以我感觉我要来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佮另外就是因为2008年世界能源危机，那么台湾的所有企业拢面对足大的危机，所以我感觉未来这个世界爱面对讲靠石油若无够的时阵，这个。地球的经济要怎发展？台湾拢靠石油，安尼咱的以后经济要安怎？所以即摆大家拢知影讲小英政府在大力推倡绿能。对。但是怎么样子面对未来这个竞争，新的能源的时代要怎来临？所以我就感觉讲，我应该等来故乡20几档，做兵嘛做20几档啊。做兵嘛做20几档，我应该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台湾应该面对的考验啦。是。那么我即个倒来遮参选，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这南北差距愈差愈大。我本来想，我若当入去替甲这意见，
会当甲中央政府建议讲啊，这南北差距的问题处理对。哦，关键就是讲咱台湾的这地方自治、地方的管理，就讲你今仔日台积电交600几亿的税金，结果咱台南县区，台南市拢无收到啊，就讲咧税金拢互中央收去啦。哦，你这机密伫遮投资袂少啊，结果这税金嘛拢中央收去，所以我即届特别讲，台湾若要互地方的经济发展，咱着爱必须讲中央即种集权集税即个物件爱下放，安尼咱地方较有迄个经济通发展啦。你若无即个税金无下放，咱的地方的经济就袂发展。所以我即届特别去提起讲，尤其县市合并了，那么咱看到真济咱的经济啦，就是讲咱的经济，咱伫合并进程，合并是2010，到咱2017呢，咱台南市的即个经济是衰退7%啦。咱的迄个营业总额衰退7%，所以即个经济会变做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变啊，甲即个经济变得较好，这就是我即届特别决定讲转来故乡参选一个上界关键的理由啦，就讲变啊，互咱的故乡的在地经济当变较好，会当互这少年家伫故乡有头路有工作，会当安心结婚、安心生囝。我想，免那个经济振兴。这是一个上界重要的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讲，咱要变做一个历史文化的首都。咱要变做一个历史文化的首都，台南的这历史太精彩啊！你像最近大家拢知影讲，魏德胜要伫这个咱台南，因为要伫后壁乌树林藤桥遐，要拍一个叫台湾三部曲。伊要做一个影城。这个计划就表示讲，咱台南是咱台湾历史文化开基的所在，这个历史文化开基的所在是咱的观光上界重要的资源。过去无论对灿风遐也好，添在遐也好，就是讲，咱府城的文化观光做了拢袂歹，到热市做这个府城文化观光袂歹，但是咱要变做一个国际级的、国际级的，你会当吸收欧洲的人、美国的人、日本人，这国际观光客，咱目前看起来，这个能量还不啥高。所以魏德胜咧拍这台湾三部曲的，主要就是讲，以荷兰时代、大航海时代的荷兰时代，荷兰人来台湾的三部曲来讲，一个对北部族，本来台湾这在地北部族安怎伫荷兰人来，安怎面对这个变迁，过来汉人移民安怎来台湾开垦，过来就是荷兰人伊安怎来台湾漂洋过海。来遮咧，开启这大航海时代的这个故事。这是咱台南咧变做发展观光一个足重要的素材。对。我伫这个8年前，咱们县市合并变做直辖市了。我就对这个讲，要来建构一个历史文化的首都，有足大的趣味。是。我感觉讲咱府城唔是干那讲老城区，咱这老城区要那个观光要那个发展起来。咱的所谓的历史古迹、历史建筑，变它变做一个非常悠游、吸引观光客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文化之旅啦。除了这以外咧，咱阁有足重要，咱即马这安平古堡，足侪人唔知以前叫做热兰遮城。所以我迄阵伫8年前，我就讲，咱台南应该爱重建热兰遮城，安尼让吸引国际观光客，欧洲的观光客、日本的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迄故事真精彩啦，对。即摆毋是干那讲魏德胜拍即个3底片尔，实际上以我对这历史的了解，要拍10底片嘛无问题。无问题。所以台南变做一个世界文化的首，就讲台湾的历史文化的首都，这应该非常有条件。对。咱知影讲最近佫一件足重要代志，就讲北部族。对。大家过去也毋知北部族啦，什物希腊也无人知啦。就讲咱过去的历史啊，无咧教咱讲台湾有北部族有原住民，因为台南遮，过去大家想那北部族叫做番啊，唔敢讲，叫即摆咧，台湾即个伫台南即个所在上较重要的原住民，是啦即个北部族伫大航海时代安怎
甲这荷兰人接触，安怎甲这汉人做生意，啊，这个故事呢，慢慢即马开始有人知啊。但这个故事，这就是咱台南要做咱的文化观光最重要的资源。对。那么经过落来了，即马总统府嘛正式承认讲，哇，这西拉雅白婆族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对对。好，啊，这就是过去咱转来故乡对做立委甲做县长，第一个承认西拉雅白婆族的，就是当时的台南县政府。对。好，啊，这就是讲安尼伫真短的时间，即马正式变真啊。成真啊！吼，足侪当时就迄阵，咱即个口碑教会吼，万树娟因爸爸叫万中咯。啊，迄阵你也问，啊，即个白婆族的代志你敢知？我伊唔敢讲呢。啊，即马大家拢学，讲我反王。即马大家对台湾即个土地迄个认知开始真哦，伊是白婆族的，敢讲啊，有勇气，而且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祖先的历史来开讲，所以我认为讲，咱台南要建构一个历史文化首都咧，其实实在这个资源爱好啊发挥吼。啊，我感觉我家己算对这个历史足有趣味的。哦，我大概讲了这个故事，拢讲嘛，这个故事没有传承给台湾的社会知道，没有给国际社会知道，这是真可惜的。台南的故事太精彩，咱应该爱变做是一个发展这个电影的一个重镇。所以这改的是因为这个想要再度来建构我们成为历史文化首都，然后另外就是讲你看你这个经济，在地经济，对，所以讲过去咱一乡一特产，啊，什么一乡一特产一直没落去，啊，过去东山咖啡节，讲搬来到安平，啊，这其实是东山咖啡是要互大家走去山顶哦，爬山。啊，去啉咖啡，啊，秋高气爽去看，咖啡长什么样？咖啡结果变成咖啡红了，对，啊，橘子绿了，等于讲，咱这个在地经济，伫台南县区合并了，有一个足好的条件，就讲，咱伫府城，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重镇，历史文化的首都，但是咱伫庄脚呢，却是有足侪非常有特色的一乡一特产。对一些产业，像芒果，我们知道说就是你要说推动外销的嘛，对不对？咱安尼较早迄个山啊，那么生产贵型的道理专门去，即嘛山啊外销去日本变做精品，一粒卖2000块的日高级精品。啊，过来咱的兰花变做全世界有名的，国际的一个兰花店，那么变做全世界有名。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这个县区合并了，这是一个所谓的两个互补啦。对，一个是有文化那么非常适合生活的环境，那么一个是非常具有田园之美，对，然后呢又有一乡一特产，所以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合并了这个在地经济说出问题，所以我这个参选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计划，等我们希望呢，县区合并了呢，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马英九造成。就是讲，县区合并了，过去才大面积，咱台南县区合并了是2200平方公里啊，台北市差不多200通平方公里啊。结果马英九把咱这个人口密集、小面积的台北市的治理模式，区长变得乡镇拢废掉，变得区，区长官派，所以造成咱这个区域太大，所以地方啊边缘化，那么地方变化，文化被漠视，经济被漠视，产业被漠视，甚至民间的欢迎、服务效能拢降低。对。所以我即个就是讲，马英九这个错误，无人敢好好来检讨。我即个就是特别去，这个错误呢，我做真侪国际的制度比较，日本的制度、欧洲的制度、英国的制度、德国、法国的制度，我发觉讲。咱台湾这个大型的地下车一定要恢复地方主地，就是讲乡镇市的地方自治，迄个要恢复，包括咱这个台南市和咱古府城这6区，对，府城这6区我嘛认为应该恢复地方主地，安南区嘛咱地方主地啊，过来中西区这个古迹较重要的所在，嘛是咱地方主地啊，南区、安平区，我认为讲。咱这个37区会有地方主地，的对。对，安尼了后呢，才会当分工啦。地方的
维持性的物件，互地方去做，地方的民力会当反应较紧，对，啊，服务会当较及时，吼，啊，地方人管地方事，啊，地方有啥物困难？过去有当时啊，那么伫即个维持乡镇市的时阵啊，一个路顶小可派2、3日就解决啦呢。啊，即摆毋是，即摆这规个话当时啊，时间拖咧足久，行政效率变差。对对对。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是一个重新经过8冬啊。这是一个爱重新检讨的时代。所以我认为讲，咱若要互咱台南市会当变做一个国际城市，爱分工。这地方性的产业、地方性的物件，爱互地方开始主地。啊了后咧，这市长啊，市长爱做这个国际竞争的，做大代志。哦，像迄阵阮下骹有3大乡镇嘛，我想咱会当甲山仔销去日本。我专心做大代志，我甲山仔销日本啊。好，来，我想咱会当去做迄个兰花生技园区。对。因为小代志拢乡镇公所去处理嘛。我做大代，想咱会有这个基美博物馆、台南都会公园。这你要叫仁德公所做，伊无能力做。这就是县政府来做这个大代志。哦，譬如讲，阮开辟永康科工区啦、树谷园区，你要叫乡镇公所来做，无法度。所以咧，咱这个县市政府这级啊，爱做大代志。所以譬如讲，我若会当顺利做台南市的市长，其实咱即马经济变歹，变啊变好。经济变啊变好，最重要的咱即马台南市咱个欠啥？因即马是智慧数位时代，软体。数位，啊，咱真个少年家拢爱离乡背景嘛，以咱这软体、智慧、数位产业的机会很少。所以我感觉讲，因为我是读过台大物理系，对，我感觉咱这个数位科技一定要伫台南扎根。咱有真优秀的生态，咱有其他这科技大学，咱一当毕业4、5万的学生呢，这学生咱有法度留伫遮，安尼咱。数位智慧产业是该留落来上个重要的机会啊！所以台南就是讲，这个经济要开，就是要接轨到一个数位智慧时代了。我感觉这个部分因为我过去我也伫 IBM 做过，所以我感觉讲，这个科技产业会当伫台湾扎根，这也是我这届转来故乡参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啦！你唔通讲咱过去敢若做农业传统的制造业，对，你若无这个数位智慧时代，咱即马小英咧讲的啥物智慧机械啦，还是啥物亚洲矽谷啦，这全部都是数位智慧的产业。对，这台南无呢，但是台南咱有遮济生态也伫遮，咱有几万的教授。几来万的毕业生，所以咱爱伫遮把这人才留落来，把这工作机会留落来所以我感觉有经济才能够 Friday crazy，crazy Friday，crazy Friday，crazy Friday， 对不？你爱有工作你唔才有当拜五星 crazy Friday， 你若讲刚才要去 crazy Friday， 无头路，是变怎？所以呢，先创造就业机会，晚上礼拜5才能够。Friday crazy Friday， 是，所以听到遮咱会当知影讲，为什么县长呢？这届要等来参选2018的这个台南市长啦因为咱知影讲你就是台大物理系嘛，也读过，后来又转法律系，对不对？就考上律师。其实你有非常坚强的这个学经历，然后另外在立委跟县长期间其实大家嘛拢知影讲。哇，你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包括今麦你讲的迄老人年金，大概选股大家拢杀出来讲嘛，迄嘛是你开创的。然后包括什么王果外销啊、兰花生技园区等等，还有很多科工区的开发，其实咱县长这是得开创性的。所以呢，这改伊嘛，而且就是说，本来之前就是说，可能着重在农业，那后来结合了两个。就是我们已经合并之后呢，又包括历史文化首都，然后现在就是说，我干嘛管六条共点，就是说结合我们的智慧，就是现在手机智慧型手机，所以这个软体方面呢，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真正的是像管六收供你要留住人才，你要给他工作机会。就是需要有你政府爱有去开发家嘛，无伊的家找无工作机会，伊就往北部走嘛。没错。那北部走，这样我们留不住人才，那我们当然就是越来越衰退。好，无唔对。那我知道说，县长你要参选了，你有做一个比较啦，吼。就是讲你伫咧县长时期对无？
好，你们经济成长1倍多，但是你有比较到我们这个赖省哦，我们赖院长，但是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啊，你看看，你的都是一直在成长，对不对？成长，然后这个有点起伏啦，哈。所以这个部分，你敢是给咱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是这个，我坦白讲，我嘛感觉真意外啦。我想讲，你这个县市合并变成直辖市了后，对，应该咱的经济是会提升的吼。结果我甲一看，发觉讲，竟然在咱是2010年合并。对。那2012有成长，但是对2013年开始一直落，都拢比迄个合并进程经济更较歹，对，经济更较歹。啊，所以这个代志就是发觉讲，咱已经面对一个大台南面对一个产业结构的瓶颈。就是讲过去阮迄阵在做的时阵，就是我们工业区开发很多，所以即马台南市政府。伊即摆迄个秘书长也好啦，经发局，迄拢我训练出来啦。一切坦白讲，迄拢我训练出来。但是我认为讲这个台南县市这个经济要再提升啊，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啦，第一就是讲你这个在地经济，在地经济，比如一乡一特产，一乡一特产，即摆就是讲拢老岁啊嘛，少年家无可能入来。对。青农。咱即摆讲青农回来了，伊才有法用手机啊嘛，伊才有法做规划嘛。过来就是讲，咱即摆的这个，比如咱迄阵这个南影农产行销公司，就最近真侪，比如最近山啊较无啥好势。其实咱即摆这个南影行销公司啊，应该就是讲爱去做采购，甲遐较刺激品应该采购起来。无最近连山啊介绍都会变歹。介绍变就讲，迄个整个要安怎甲这个。当它是在有过剩的时候，要那个收购，甲遐刺激品进入加工市场，所以咱迄阵就是讲，在芒果或者是在其他的农产品，那么除了这南影农产行销公司做外销以外，其实将来应该要包括要有加工品，那整个农业的产值要高值化，那么除了讲。其实咱有一个足关键，就是讲咱台湾的农民平均65岁。平均65岁。对啊，一个平均65岁的这个农业，你要安怎叫伊会当有国际竞争力？对。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小英政府啊，无听阮这个基层出身的人，讲台湾今嘛呢，各行各业拢有一个退休制度啦。但是你敢知台湾有一种行业无退休制度？农民无退休制度啦。等台湾现在，有老农津贴，可是没有农民退休制度。没有农民退休制度，只少年家要入来，做实，做精致农业，可是他还面临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就是讲，伊这老农民不爱甲土地释出，伊若释出了也丧失也农保的资格。就别人领老农津贴。对。所以甘愿伊我这个农地我嘛要保留开。所以整个台湾的农业结构要安怎引进年轻人，就是要离农退休制度。我伫10外当前，我都一直在讲，我在做立委的时候呐，我因为很深入了解这个农村，我讲，这你若无和老农退休啊，少年人进不来。那台湾的农业的竞争力就起不来。其实我若会当做直辖市的市长好处啥，我会当去开每一礼拜拢有咱去开行政宴会。我若去开行政宴会，我就会当把这个建议不断的提出来。对，我感觉咱这个离农退休啦，是加速我们农业人口年轻化。这个农业人口年轻化，这些青农他就可以把新的技术、比较国际观、新的科技引进来。所以我感觉我看到台湾的农业，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蓝海，是一个新蓝海。是一个希望，是国家的振兴的机会。但是因迄个伫台北遐人因不够了解这，但是他们又不想去听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感觉非常可惜。你一旦把农业变成平均40岁，这少年家入去农业不得了啊！台湾的农业产值绝对不一样。比如咱即马，咱去日本，到每一个所在拢有日本的地酒。咱去看日本去这种
哦，到哪一个士丁村，拢有因在地酒呢。咱去咱感觉拢足自卑，讲咱台湾哪无法度安尼啦。其实你看，咱这个农产品过剩上较好，做酒的是这个高级品。对啊，就是说怎么样子让台湾那个各区有各区的地酒，哇，那么就好操蛋呢，就好行销啦。哦，所以就是说，其实农业也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哦，咱个讲，咱拄则咧讲的所谓的数位智慧。咱拄安尼讲过，其实你看，咱现代这毕业生，咱也提供了，你有创投新的年轻人好的东西来，我们投资它，好，所以咱未来呢，免啊帮助咱这少年家伫台南市创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呢，有真侪老前辈啊，有真侪前辈一寡有经验，还是讲有一寡资金呢，所以咱免那个年轻人的创业当作是台南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了，让年轻人可以留在这边创业。好，咱的土地靠，咱的厝较俗，好我们相对的这个劳力的这个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又有很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认为讲，我们怎么样在台南市创造一个吸引台湾年轻人来这边创业投资的地方，我想呢，这就是我个人感觉讲爱回来故乡，把这个新的概念带进来哈。那不只是安尼啦哈，就是讲咱即马看这个规个这个古都，好，咱拄仔咧讨论讲古都的机会，对，这个古都的机会，你像最近那个魏德胜讲要拍那个台湾3部曲嘛，对，伊爱募资130亿。啊，拢靠民间去募资啊，吼，靠民间募资啊。我个人的看法是，就是讲台南市重建这南这城啊，不是靠一家电影公司去干的事，是政府应该做的。这个是台南市政府要站出来带头做的事啊。吼，而且就是讲，伊这个魏德胜讲，伊是要囥伫后壁乡嘛。但是有真侪人讲，你离迄个安平古堡离乡远，对呀，离历史的现场会不会太远了？对，所以我也感觉讲哦，人家民间拢安尼冲落去，敢安尼拼130亿，安尼去很辛苦去募资，所以我若做市长吼，我一定市政府带头，我们市政府要带头来投资，那么这个重建这南这城，而且要离安平更近，所以我伫8人前我来讲哦，上好的地点对，渔光岛。哦，在渔光岛，就是上好的地点就是渔光岛。那我们要把渔光岛变成一个17世纪的大圆岛，台湾岛，17世纪的台湾岛，那我们可以在那边创造一个，咱即马这个Crazy Friday 哈，林一峰这个 Crazy Friday， 这个林一峰这 Crazy Friday 是有创意的，但是我即马讲者。这是活生生在咱台南发生的故事呢。这是世界大航海时代，Formosa，伊拉 Formosa，这就是在咱这个故乡这个所在啊。这个历史免那个恢复，可以变做讲哇，上了台湾就上了台南，无来台南呢，就无先来台湾。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市政府要带头，把整个这个重建这南这城。把这个渔光岛变作是台南之珠啦，变成台南之珠所以这个主人你安平那个带动的就已经不是现在的人，而是国际级的人潮。对，要让它变成国际级的人潮。你讲你这么北部族大概承认啊，但是这北部族跟汉人这个差别是安怎？这个历史的故事，就17世纪的平埔族长成什么样子？他们的房子长成什么样子？他们穿的衣服长成什么样子？那么整个17世纪的平埔聚落，大家听得有兴趣啊！17世纪的台南人穿做什么款？穿什么款？到底有穿无？穿什么款？那么到底是迄个猎人头？还是说今嘛这个低头裤？还是鹿角？就是讲迄个整个17世纪的。台南是一个
你越往前面去挖，你就发现它太可爱了，怎么这么有趣？对，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比如咱今嘛在做文化创意，都是太小确幸了，就是那个局要做大一点。对，好，那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是一个世界史的一部分啦。所以我若每一届讲了这种感觉，咱台南是有宝贝，但是咱把这个宝贝，咱把这个宝呢，动作是不敢发挥出来。对啦，要发挥的大一点，变成国际性的，有这个资格哎。是，对啊。哇，所以咱拄则吼已经听到馆长呢，伊要参选的理念吼，啊，佮有伊参选吼，到底要安怎吼来打造咱台南市吼更加国际化，发扬吼咱的历史文化首都吼这个特色啊吼，啊，所以接下来吼，我要来回归到咱的选举啦吼，咱知影讲，这个馆长你伫个这个今年的3月份退出民进党，咱知影讲你基身的加入民进党遐尼久，对民进党的贡献嘛是真大。啊，你会甘志讲吼，要来离开这个民进党，然后你佫有讲你迄阵是要参选台北市长嘛？啊，后壁佫无选，这个部分你甲咱的乡亲说明一下。是，我想吼，我离开民进党这个代志吼，坦白讲开吼，我个人是譬如讲，我下任了，我就看到，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困难。过去中国还没有崛起啊，过去咱中国真散啊，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哇，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那么中国的经济一直开，那么中国一直在替台湾封杀台湾的机会。啊，不只是呢，过去台湾会样做，伊拢甲恶去偷去。所以即摆咱讲红色供呢，就台湾的经济的困局，其实湾底2010年就感受到我们的困局越来越困难。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另一个机会，就是整个东南亚、南亚，Asian 的东南亚这个。还有6、7亿个人口，南亚的加起来20几亿，所以你看规个加起来20几亿，包括中国大陆30几亿，这个所有拢经济的发展。咱台湾都要处在这个周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照顾咱有机会。但是现在咱这几当变得有一点困局，然后这个经济的困局，一直互我感觉讲，本来是期待讲啊，咱民进党开了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困局中脱困，但是经过这2当的观察，我感觉我们其实是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我们并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譬如讲咱这个新南向政策了哈。然后这个新南向政策，迄当时我提给小英有10个经济振兴之道的建议，包括提到说要有一个新南向政策，他是有做了，但是可惜找都无经验的人。当时这个外交部长黄志华是完全无产业经验，台湾这企业早就已经走对新南向，唔系走甲弄甲唔系弄偌久啊啦。大家拢已经拼甲，但是咱过去咱的企业是安怎困啊？这个拢是单打独斗，家己去遐拼，靠家己。但是你看，中国也好啦，韩国也好啦，日本也好，人是用团队去啦。所以咱这中小企业做啊真辛苦，所以我感觉这个新南向这个机会，咱应该要做的是讲，必须要打团队战，政府跟民间要合作，甚至银行要合作，就要打一个团队战，这样我们才有竞争，才有机会。所以我在看这个小英这个执政这个，我其实很感触，我也觉得很超乎我的意外哈。因为咱的困难算愈来愈困难，因为包括少子化，少年家40岁无爱结婚的一堆。那么整个托婴、托幼，还有这个社区托育，这拢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若无解决，对一个少年家敢结婚啦？生一个囝，敢若托婴就2-3万嘛。对啊。租一个厝若到台北，凊彩租了1万外啦。所以基本上唔敢结婚，这是可以想象的。不只是咱即摆高龄化，那么高龄化已经超过14%，6、65岁已经超过14%。那么照着高龄化，照顾咱就爱关系是长照保险。韩国10当前的实施长照保险。过来就讲，因为咱即摆了，比如最近大家拢讲，经济敢若最近有较好嘛，外销嘛有较好嘛。但是现在大概一般的市民的嘛，感觉生活还阁真困难。原因是安怎？就是因为即摆下当经济较好的拢是伊去国际化，去外国投资。把东西卖到国际，所以呢，拢是去大陆投资啦，去东南亚投资啦，去对亚投资，就那个国际化的。
咱有60%的制造是伫国外制造，所以变成讲你伫台湾分配到的工资少，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讲，台湾那么今嘛这款的困局，变成所谓的大量贫穷化，产的人比例足悬，对对，啊，所以要安怎让这个困局爱突破？我感觉这个民进党第一期你也做无要紧，但你也有迄个态度，你也有迄个态度啊，包容性较悬的，不同意见愿意大家来讨论。对。但是真可惜，我感觉他已经丧失了讨论、包容的精神，就都没有了。就是说，你无迄个包容性、讨论性，不同意见，另外的动作啊，这个最麻烦的。就是没有一个包容性、讨论性，把不同的人才集合在一起。你这边把一个国家做好时，你要集合各种不同的人才，无论你是插政治、无插政治，还是甚至讲虽然不是你动，别个动。这些人才要整合起来，你才能把国家治好。对。但是我发觉一个，我觉得很遗憾，就是变成连我这个民进党的元老。对啊。好，那么我们其实连参与也都没有机会了。比如你看这个联改，为什么联改搞得这么严重？你我那看联改先处理18%的，是18%要几年？你先处理这个就好，不要搞得哇那不还这当不干，结果整个。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缺少讨论，没有这个包容性，没有把各界的愿意理性倾听，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已经经过了将近2年，我感觉我懂改变，不能够改变这种所谓的小圈圈决策。就是小圈圈在决策，我觉得很难，已经不能改变。所以我个人离开其实挺简单，我们要有不同的意见，要有不同的意见，让大家去想，让社会去想。等于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蓝绿政党利益的问题，起码是老百姓的活得足艰苦的呀。经济活得足艰苦，大家活得足艰苦，是人民的困难的问题。你起码完全执政，这是第一届哦。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嘛拢完全执政，所以应该是免啊，把这个精神放伫咱的人民的人民的福祉、经济的复苏，应该是放伫这啦所以我离开民进党其实就简单，我们希望把这些福国利民、有利民生、有利经济的这些主张、这些政策，能够跟全台湾的各界能够来沟通。迄阵时那伫台北选，因为迄阵时坦白讲就讲，咱就是讲民进党台北市可能袂提名，因为迄阵无论是小英的意思民进党的意思，都是特别礼让柯 P 嘛，所以我那就想，这个礼让柯 P 的话，因为柯 P 对台湾的这个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大家对两岸一家亲有意见，所以我就讲，我们这个比较清楚的台湾立场的人，那么可以借这个机会。当给台湾免了解决少子化，免了振兴经济，还有南北差距杜老公，我最关键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为什么要推直辖市区自治？底下其实区想要爱主题，把这些理念能够在台北能够发挥了。但是因为我宣布用无当这个提名了后去参选了后呢，想不到民进党最后超乎大家的预期，超乎大家讲最后。选小英没真赞成，但是最后提名了。对。那提名了之后呢，他比如就是变成一个这个蓝绿白之间。那么你要推销这个理念，你要阐释这个理念，变得很困难。尤其台北的媒体其实蓝绿立场做清澈。做清澈点。就蓝绿意识形态，你这个参加他就是比较偏蓝的媒体，他就预设要反对。所以我感觉真艰苦，就是讲你完全就陷入蓝绿之争，没有办法真正去理性讨论问题。是。所以我感觉讲，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局势，我应该直接登来台南，因为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这就是对我20几当点，那么从台北回到故乡的使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这个也让登来台南嘛，直接数字选，跟选民比较互动。把我们这些理念，区是安怎回到地方主题，是安怎若无地方主题，咱的经济歹，是安怎若无地方主题，咱的地方的特色产业会消失，
好，所以我们希望是回到这样的一个直接跟我们的民众沟通，唤醒大家。好，等像20几当前，阮回来时，迄阵大家哦拢国民党的，看了民进党我要惊死。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就等于要重新宣导所谓的台湾的2次民主运动。我形容讲，我今麦在上这个直辖市区知事，就好像在推台湾的2次民主运动，所以怎么样把民主深化？譬如有人讲，你若乡镇市搁恢复地方自治，好，即麦变得区嘛，若恢复地方自治，我就讲，那呢是不是叫做黑道的买票的黑金复辟？足侪人我有当时咧讲这时阵，有一寡评委讲，你范弟你即麦杀这吼，是不是会造成黑金复辟？我就甲报告讲，我这是有经过吼世界各国的研究，吼，咱即个即麦选人。我们现在这个基层东西选人嘛，但是咱即摆立法委员已经开始有迄个选党，不分区选党的迄个经验嘛，所以其实我去研究讲，咱欧洲哦，但基站选举嘛是拢用政党比例，政党比例选党，你若选党就较袂买票较袂买票就较无黑道的，嘿，所以就用咱即摆要推动的这个新的基站的新的草根民主运动就是2次民主运动，主要就是讲来。咱地方恢复选举，但是咧，唔是古早迄个买票黑道的，是用政党比例，会当互较侪有心的人，唔免开足侪钱，只要你热心，你就当参加地方政治，而且咱即马政党拢是全国性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拢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咱欧洲是，你地方嘛当做地方政党地方你安平，地方的政党，比如你是。中西区的人，我足想要甲中西区的古迹做好，所以你嘛，我中西区的文化党。你讲我要甲安平的热兰遮城要甲做开，我咪讲安平文化党，假设啦吼。就是讲咱互地方的人要参与这个政治哦，唔免开伤侪钱。就是用政党的名义，用政党比例。那我们在推这个东西，主要的是讲，你没有民主深化，咱即马。经济要拼下大陆，要伫这个亚洲这个大局立足，真困难。所以咱得爱吼由下而上，唔是干那中央政府在拼政治，是对乡镇市公所、乡镇市区，比如中西区的人，伊就拼中西区的文化，要那个拼开。规个市的人免那个各区的人拢拼伊的地方的特色，地方的特产、地方的特色的文化。安尼自然各区经济拢会叮当开。我们要推一个叫由下而上的一个公民运动。然后让地方的人才可以不用太，即摆人才那么钱的，无法通选呢。对啊。即摆现在选举的筹算的过了千万呢。所以呢，怎么样让人才可以很方便的参与地方的公共事务，然后呢，能够进入到地方政治的决策体系。即摆少年家做的少年家想要选，但是真困难，因为我们这个制度开钱、买票、等等，这种就是整个选举的成本越来越高。对，那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草根民主的精神，能够再次的发扬。好，所以即届你转来咱台南市选啦，吼。即马目前呢，台面上有6位，包括你6位嘛，吼，就是有意要来参选咱的台南市长。那你原本是民进党的，所以其实你就是泛绿的选票也是蛮多的。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民进党的黄伟哲，还有许忠信教授，对不对？所以你来看咱这届的选情，你敢是造成说，你到底觉得自己选情怎样？一定是感觉讲家己有可能动算害来投入选举嘛，对不？我是认为讲，我认为是我有当选的机会才来参选。原因就是讲，我今麦这个国民党大概有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嚟讲，这个国民党大概咱感觉它还是属于共产党的尾巴党。嚟讲，这个国民党伊这点伊该派处理嚟讲，它还是让大家觉得它是仰赖中国，所以它就是讲伊伫这个立场上，所以我感觉这个绿的，就是国民党在台南比较难选，对不对？到底伫台南要个偌大的空间，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说，比如说黄伟哲说他是绿的，就是黄伟哲的妹妹，
啊，逐工都电视内底咧骂民进党，敢像咧骂囝安尼哦，啊，敢若袂输甲要甲台湾拆架落北安尼哦。所以嘛有足侪人讲，哇，这黄伟哲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就一个小麦，逐工拢咧替这个为老共讲话啦吼。所以其实我们事实上去了解嘛，有真侪人感觉，这安尼个有通，哦，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事实上呢，包括绿的本身啊，都有很大的优异啦，哦，那么跟另外一点就是讲，所有这好选举啊，无一个人伫台南有很具体做过什么事情，让大家看到。那我们其实过去做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多到几乎我们是各乡镇都做了很具体的东西了。对，哦，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讲实际的能力啊，就是讲包括譬如说，现在黄伟哲虽然被民进党提名，但是他的大创案到现在也没有讲清楚。他大创案一个也租金港这个提3000万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办法讲清楚。哦。那到现在这个司法单位会不会将来出了什么新的进展？拍供。如果将来这个司法单位出了一些事情，哇，说台南就被国民党 take， 所以我们出来参选某一个程度嘛，是确保所谓的台湾本土立场呢，能够再一次的选战，能够确保台南。好，另外一点就是讲，那么这个过去这个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事脱胎换骨，因为我们8年已经停滞了8年，就是说我们经济衰退已经停滞了8年了，那么能不能让台南再空转8年呢？所以我是认为讲，其实有非常多有识之士哦，他们现在其实都会主动需要一个能够让台南脱胎换骨的，哦，台南不能够继续当6都之末。哦，咱要安怎去脱胎换骨？哦，赶快把我们的经济追上来。哦，其实嘛有真侪人诶有这个期待啦，所以我是感觉台南有识之士还是蛮多的。我想这个部分呢，我大概当了县长之后，马上这些启动，我不需要重新摸索。对啊，你已经有那么好的执政经验了。台南市这个咱府城这个区这个历史文化。我想这好选无一个比我较熟的，我已经熟到哪个地方应该做什么计划，都 OK 了，譬如讲，想到咱较近规个咱的运河蓝色公路无法启动，北当啊也是没有办法运河蓝色公路，所以我想我个人对我的这一次选战的胜算我是认为有50% 以上的胜算。那当然的，大概讲，我现在这民进党有进动，在挺啊，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讲足侪人对民进党这个执政这2年觉得非常不满意，而且也觉得很困难改善，就是对未来很难预期，所以我感觉，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机会，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可以当选。是，无一定要有政党啦吼。伊其实，县长你就是吼，咱目前这6位候选人当中，你上较有这种经验的，对台南市其实算是最了解。他说，我们最后请你做个结论，给咱乡亲报个者，你要来真正要来投入参选，希望大家互你支持。是真感谢我这个机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吼。有影，咱这个过去这8当台南的经济确实是衰退。好，那么我们的各地的所谓的在地的产业，其实嘛拢咧没落。我这个等来最主要就是说，要让各地的产业重新活化。然后要建立一个长远的制度。就讲有人讲管区合并了，变底下去的整开一点没落的啦，安怎？我觉得是错的。咱应该建立一个有地方主地的，让地方的更好的人才参与的制度。安尼各地拢会当发挥的特色。我来当做台南市的市长，我去底下去行政院议会，我绝对要讲，关于会有这个地方主地，和地方人管地方事，互伊有一定的这个资源，你才有法度发展地方。咱这个市长呢，咱就做大代志，就像热兰遮城啦，什么数位智慧园区啦，做这个大代志。
阿内勋的主人这个国家的王，台南市的王啦吼。那另外就是讲，咱认为讲台南整个产业要提升到数位智慧产业。今天呢行不起，咱伫国际城市的落后。这波啦，没有掌握这一波这个数位智慧的时代，台南永远这经就背不开。好，这是关键的。好，所以这堂我感觉我可以把这个实现。不只是呢，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咱台南再一次能够发扬光大的一个机会。这个我对咱台南这历史有相当的深入的了解。全台湾这所有的优秀的学者，拢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让台南脱胎换骨，让所文化首都呼霞，所谓首府风华再现的。那么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所以嘛，希望讲咱各位好朋友大家共同来拍拼，让台南再一次伟大。让台南再一次容光焕发。好，谢谢我们县长。好，咱知影讲吼，馆长呢为这个立委时期啦，馆长时期伊所做出来这个表现，大家拢看会到。后来呢伊唔敢要退出民进党，但是伊为着的是要来替所有人民发声。所以就是说，我不在乎政党，我要的就是替人民来做事情。所以这届呢，伊要回来咱故乡参选到台南市长。那是咱的观众朋友呢，对着咱馆长拄则所讲的这个理念伊要来执行，要安怎打造咱府城更加繁荣，更加迈向国际化。安尼大家就给加油支持。好，咱在此呢，感谢咱的馆长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好，你也加油。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节目，底下各一段落，咱再会。